歡迎收睇 Angie 漂泊到 UK。喺香港咧，好多車主會喺架車前後嗰度裝車 cam， 就係為咗咧發生意外嘅時候可以睇得到成個意外嘅過程，可以避免口同鼻拗。喺 YouTube 上面咧，亦都會見到好多人咧 share 佢哋揸車嘅時候一啲驚險嘅畫面啦，或者有趣嘅鏡頭。嚟緊呢，我就諗住定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英國揸車嘅情況。當我見到有啲危險嘅行為或者有趣嘅畫面呢，都會定期喺 YouTube 嗰度 share 俾大家，俾大家呢可以多啲了解英國揸車嘅情況，睇下4月喺我身邊發生過咩事啦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馬上去片。英國實在太多迴旋處啦，所以好多驚險鏡頭都會喺迴旋處嗰度發生。呢個路段限速係30個 mile， 我全程我冇明顯嘅加速或者減速，但係去到迴旋處嘅時候，安全嘅揸法係要望右邊冇車先至入迴旋處。無論以前喺香港揸車或者嚟到英國揸車，Angie 媽媽都成日鬧我，佢問我：你愛個安嚟做乜嘢啊？今次真係用得到啦！當遇到呢啲危險情況之後，我自己都會檢討一下，究竟係咪我揸車有問題？會唔會入迴旋處嘅時候車速太快？大家又點睇呢？又係發生喺迴旋處，今次呢係朝早返工返學繁忙嘅時間。今次係咪我開得太慢呢？抑或係呢一架黑色車太心急？定係話佢對佢架車嘅性能太有信心？假若當下我入到迴旋處嘅時候係選擇大腳揼油加速，唔知會發生啲咩事。雖然我架車個性能應該未必會掂到佢個車尾，但係都真係幾驚險。最後呢條都係迴旋處嘅片段，我心諗司機應該諗緊我快過你，我快過你。結果佢真係快過我。如果你話香港人揸車心急，我覺得英國都有部分人揸車一樣心急。路牌清晰顯示依架銀色車係逆線駛入，兩個原因，一係我開得慢，一係佢睇得好準。大家覺得點睇呢？今個月最經典嘅畫面出現啦，時不時喺條街度見到啲人要運送一啲好長嘅嘢嘅時候，佢哋會選擇唔閂車尾門。好可能運送嘅距離唔係好遠，所以佢哋都會咁樣做。但係今次見到呢一個人，佢冇閂車尾門，唔係因為運送嘢，而係因為唔記得咗閂咯。跟住就係英國駕駛者對紅綠燈制度嘅控訴。當佢心急趕時間嘅時候，紅色咪變咗綠色咯。大家留意一下，中間地線係向前行。同埋留意一下呢架白色車之後嘅舉動，成個過程我覺得佢係好有留意交通情況，因為佢一路望住我架車，一路冇打燈，見我架車慢嘅時候，佢就攝埋你啦。我當陣時冇響安，我淨係覺得佢駛歪咗條線啫，點不知原來佢係真係想 cut 線。坦白講，如果佢真係打燈上 cut 線，我一定會讓佢。咁樣攝埋嚟唔係仲危險咩？